第一幕，國舅深夜叩門，劉備簽名加入反曹大同盟。話說國舅董承帶住血淋淋嘅衣帶詔，天天喺許都城內心驚膽戰，知道光靠太醫吉平下毒唔夠保險，必須揾一個手下有王牌大將、名震天下嘅大人物嚟主持大局。呢一日深夜，月黑風高，董承身穿蝙服，悄悄摸到了劉備嘅府衙後門。劉備連忙把董承迎進密室，關上大門。董承開門見山，眼淚汪汪咁話：皇叔啊，國賊曹操隻手遮天，許田赦祿欺辱天子，你身為皇家親叔叔，難道就咁眼睜睜看住大漢江山落入外姓人手裏嗎？劉備心頭一震，但呢隻老狐狸極度警惕，怕係曹操派嚟試探嘅特務，便假裝聽唔懂。國舅何出此言？大將軍乃國家棟，豈可亂講？董承見劉備唔吐真言，咬牙切齒，由懷裏面拿出咗那一件血跡斑斑嘅錦袍內襯，雙手遞給劉備：皇叔請看，這是陛下肯破手指，用親生鮮血寫下嘅血照啊！劉備接過血照，藉住微弱嘅燭光一睇，上面一行行觸目驚心嘅血字，寫滿咗漢獻帝嘅絕望與哀求。劉備整個人愣住咗，眼眶瞬間發紅，撲通一聲跪倒在地，對住血照痛哭流涕：陛下啊，微臣無能，讓陛下受苦啦！劉備擦乾眼淚，眼神變得極度堅定，接過董承遞過嚟嘅生死狀名冊，看到上面已經有總輯、吳錫、吳子蘭、王服、吉平等人嘅簽名。劉備毫不猶豫，提筆在上面龍飛鳳舞咁簽下了自己嘅大名：左將軍劉備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反曹大同盟正式集結。劉備正式將自己嘅性命綁在了這條隨時會滅九族嘅繩索上面。第二幕，老狐狸嘅演技。劉備後院種菜玩低調保命，簽完衣帶詔之後，劉備回到家裏面，整個人焦慮到失眠，心裏面清楚曹操嘅特務網絡騙成個許都，老子依家簽咗刺殺名單，萬一被曹操看出半點端倪，我們三兄弟實會被拉去菜市口切成碎肉。為了防止曹操懷疑自己有雄心壯志，劉備開啟咗人生中最高級別嘅偽裝保命模式，在大宅後院開墾咗一塊菜地，親自脫落戰袍，換上破舊嘅農夫衣服，天天拿着鋤頭在後院種菜、澆水、施肥。關羽、張飛兩個猛將看到大哥天天喺度種菜，一臉懵圈，跑過嚟抱怨：大哥，你係名震天下嘅劉皇叔、左將軍啊，你不去招兵買馬，關注天下大事，天天喺度種菜做農夫，成何體統啊！劉備白咗佢哋一眼，壓低把聲嚴厲呵斥：你哋兩個笨蛋識咩啊？這叫大智若愚。老子種菜就是為了讓曹操以為我是個沒有野心、只想安度晚年嘅廢柴。你哋少出聲，別破壞老子嘅好戲。果然，曹操派去監視劉備嘅特務回去匯報：大將軍，劉備天天喺後院種菜，連兵器都冇摸過，完全是個農夫樣。曹操聽完，摸住鬍鬚哈哈大笑：哈哈，看來劉玄德也不過如此，老子多慮咗。點知就在劉備以為自己成功過關嘅時候，危險突然降臨。呢一天，劉備正在菜地裏面澆水，衣服上還沾住泥巴。突然，府衙大門砰的一聲被暴力推開，曹操手下兩尊最狠嘅王牌神探許褚同張遼，帶住幾十個殺氣騰騰嘅帶刀侍衛，大步流星咁衝咗進來。許褚大喊一聲：劉將軍，大將軍有令，請你立刻跟我哋走一趟。劉備嚇到手裏面嘅水壺啪嗒一聲掉喺地上，面色瞬間慘白，心裏面暗叫大禍，完咗，難道衣帶詔嘅事曝光咗，曹操要殺我？劉備強作鎮定，顫抖着問：二位將軍，大將軍找我有何要事啊？張遼冷笑一聲：
大將軍沒講，只講請將軍立刻過府。劉備沒有辦法，唯有硬住頭皮，懷住去刑場嘅心情，跟着許褚張遼來到了曹操嘅府邸。第三幕，三國最高光心理戰，青梅煮酒論英雄。劉備被帶到咗曹操府邸嘅後花園，只見後花園嘅亭子裏面，桌上擺住一盤青綠色嘅青梅，一壺煮得滾燙，散發住濃郁酒香嘅好酒。大魔王曹操身穿蝙服，端端正正坐在對面，臉上掛住一抹深不可測、令人毛骨悚然嘅微笑。曹操一看到劉備身上沾住泥巴，哈哈大笑：玄德賢弟啊，聽說你最近喺家裏面幹了大事業，在後園種菜，種得好開心。喎，哈哈哈哈！劉備冷汗直冒，連忙抱拳說：微臣無事可做，隨便種點蔬菜消磨時間罷了，讓大將軍見笑了。曹操拉住劉備隻手，親熱咁坐低：賢弟請坐。剛才老子看見枝頭上嘅青梅熟咗，想起當年征討張繡缺水，老子用望梅止渴騙士兵嘅往事，今日特登叫人煮咗這壺酒，找賢弟過嚟青梅煮酒，一齊吹水聊天。走過三巡，氣氛看似融洽，但亭子裏面嘅空氣卻凝固得像要爆炸一樣。突然，天空上方雲層密，黑雲壓城，隱隱傳來雷聲，遠處嘅天空出現咗幾道巨龍般嘅閃電。曹操端起酒杯，指住天空嘅烏雲，眼神突然變得極度銳利，開始試探：玄德賢弟，你看那天空嘅烏雲變幻莫測，正如這天下嘅英雄一樣。賢弟你周遊天下，言多識音，依家傳 Sarah 諸侯割據，在你心目中，今日天下邊個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啊？講古佬拍驚堂木，大喝一聲：來啦！全三國智商最高、最危險嘅考題來啦！劉備心頭猛地一跳，知道這是一道答錯一字就會掉頭嘅死題目。如果自己說出有野心嘅答案，曹操實會當場殺咗自己；如果越得太廢，又會被曹操看不起。劉備眼珠子一轉，開啟咗影帝級嘅裝傻充愣模式，開始亂答一通。劉備答：淮南嘅袁術兵多糧足，手握全國玉璽，算不算英雄？曹操冷笑：袁術那個坐在壽春自開稱帝嘅傻仔，不過是個重中枯骨，老子早晚收拾。劉備又答：河北嘅袁紹四世三公，坐擁北方四州，部下猛將如雲，算不算英雄？曹操鄙視袁紹，幹大事而錫身，現小利而忘命，外強中乾，色厲膽薄，算咩英雄？劉備再答：荊州嘅劉表名震天下，坐擁9郡，算不算英雄？曹操搖頭：劉表虛有其表，不過是個守護之犬。劉備繼續答：江東嘅孫策血氣方剛，平定6郡，算不算英雄？曹操笑話：孫策借老豆名聲罷了，算不得英雄。劉備最後答：益州嘅劉璋、漢中嘅張魯這些人呢？曹操哈哈大笑，擺擺手：這些碌碌無為之輩，何足掛齒？劉備長嘆一口氣，假裝無奈咁話：大將軍，除了這些人，微臣實在想不出天下還有誰算得上英雄啦。就在呢個時候，大魔王曹操突然放下酒杯，猛地站起身，身形偉岸，眼神中爆發出毀滅性嘅霸氣與看穿一切嘅神光。曹操用手指了指劉備，然後又指了指自己，一字一句，聲如洪鐘咁說出了震撼三國400年歷史嘅終極金句：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有良謀，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。講古佬狠狠拍下驚堂木，大喊一聲：哇靠！天下英雄只有你劉備同我曹操兩個人。這句話好似一道9天狂雷，直接在劉備嘅大腦裏面炸開。劉備整個人被這句話嚇到魂飛魄散，以為自己隱藏咗咁久嘅野心，
簽咗衣帶詔嘅秘密，通通俾曹操看穿咗。拍答，劉備手裏面握住嘅那隻青銅酒杯，因為手軟劇烈發抖，竟當場鬆手，重重地掉在咗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亭子裏面瞬間死一般沉寂，曹操眼神一冷，死死盯住掉在地上嘅酒杯，氣氛緊張到了極點。第4幕，一場雷暴救咗劉皇叔，極限化解死局。眼看曹操就要起疑心，下令埋伏嘅都俯首衝出來嘅千鈞一髮關頭，老天爺好像特登要救劉備一命一樣。光隆隆，一道狂暴至極嘅巨型霹靂閃電，突然在亭子正上方嘅天空猛地炸響，聲震山谷，連地面都在劇烈震動。越是遲，那時快。劉備不愧是全三國反應最快、演技最頂級嘅影帝。在聽到雷聲嘅那一瞬間，劉備順水推舟，整個人撲通一聲，嚇到轉到了桌子底下，雙手抱頭，渾身瑟瑟發抖，甚至連眼淚都嚇到了流出來。曹操一愣，看着縮在桌子下面發抖嘅劉備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！玄德賢弟，你平時打仗挺勇猛嘅，點解竟然怕雷聲怕成咁啊？哈哈哈哈！劉備小心翼翼咁由桌子下面爬出來，擦乾額頭上嘅冷汗，拿起拍乾淨嘅衣服，一臉羞愧，演技爆棚咁說：大將軍，讓你見笑了。聖人云：迅雷鋒滅必變。微臣從小最怕打雷，剛才那道雷聲實在太嚇人啦。微臣一時間沒忍住，失態了，失態了。講古佬拍腿大讚：各位街坊，看看劉備呢一波神級反應，巧借雷聲把手軟掉酒杯嘅原因，完美解釋成了自己是個連雷聲都怕嘅膽小鬼。曹操看着面前這個連打雷都嚇到轉着底嘅劉備，心裏面的所有疑心瞬間煙消雲散。曹操暗暗冷笑：哈哈，老子還以為你劉備有多大本事，原來是個連雷聲都怕嘅廢柴。看來你根本威脅不到老子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，這句話是老子太抬舉你啦。就在曹操徹底放鬆警惕嘅時候，關羽、張飛因為擔心大哥安全，拿着大刀一路砍過嚟，衝進咗後花園。劉備連忙喝止兩人，並向曹操謝恩，隨後帶住關張二人，又驚無險地離開咗曹操府邸。一走出曹操府大門，劉備嘅後背已經被冷汗完全濕透，對關張二人說：險啊，太險啦！老子剛才差點就死喺曹操手裏面，許都這地方絕對唔能夠再待下去啦。我們必須揾個藉口，借尿遁逃離許都。第5幕，借尿遁逃離許都，關羽一刀斬殺車。正所謂想睡覺就有人送枕頭。就在劉備急着想逃離許都嘅時候，前線傳來一個震撼消息：淮南那個魏皇帝袁術在被曹操、呂布、孫策大圍剿之後徹底破產，手下嘅兵馬跑光，連飯都沒得吃。袁術走投無路，決定帶住最後嘅殘兵同全國玉璽北上去投靠嘅堂兄袁紹。劉備一聽到這個消息，眼睛發亮，知道逃跑嘅黃金機會來啦。劉備立刻跑去大殿拜見曹操，義正言辭咁大喊：大將軍，袁術那個逆賊想去北投袁紹，如果讓門兩兄弟會合，實會實力大增。微臣願領一隊精兵去截擊袁術，奪回全國玉璽，為大將軍分憂。曹操此時已經完全相信劉備是個廢柴，加上想奪回全國玉璽，便爽快咁答應咗。好，玄德賢弟有心啦，老子撥給你5萬精兵，由你統帥前去截擊袁術。大軍師郭嘉同程昱當時正好在外地辦事，不在許都。劉備拿到了5萬兵馬嘅兵符，興奮到差點跳起來，連夜點起兵馬，拉住關羽、張飛，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，好似踩咗火輪一樣，全速逃離咗許都。等郭嘉同程昱辦完事回到許都，
聽說曹操竟然給咗劉備5萬兵馬放走，兩個大軍師嚇到面色發青，連忙衝進大殿。主公，你糊塗啊！劉備是關中猛虎，手下又有關張2人，你依家給5萬兵馬放走，這不是放虎歸山，蛟龍入海嗎？這一去，絕對不會再回許都啦。曹操整個人愣住咗，這才猛然醒悟，一拍大腿，大禍！老子中了劉備嘅套路，快派許褚帶500騎兵去追回來。許褚帶兵追咗幾十里，追上了劉備。劉備站在軍前，手握兵符，冷笑一聲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老子奉聖旨出征，豈能半途而廢？許將軍請回吧。許褚看到劉備手握5萬大軍，關羽、張飛按都瞪住自己，知道硬拼打不過，唯有灰頭土臉地回去向曹操交差。劉備大軍一路全速前進，喺徐州附近成功截擊咗走投無路嘅袁術。袁術殘兵被劉備打到全軍覆沒，連最後嘅一口蜂蜜水都喝不到，在麥餅堆裏面，仰天大喊一聲：袁術何至於此！當場吐血升天身亡。全國玉璽也被劉備奪回，派人送還給咗許都嘅天子。搞定咗袁術，劉備帶兵來到咗徐州城下。當時守喺徐州嘅是曹操任命嘅徐州刺史居收到曹操嘅密信，叫在城內設下埋伏，準備趁劉備進城時一炮剁咗劉備。點知這套路被劉備手下嘅大軍師陳登看穿咗。深夜，二爺關羽帶領幾十個精銳騎兵，假裝是曹操派來嘅快馬，在徐州城下大喊：開門！許昌有緊急密信給車將軍。居不知是計，點起兵馬大開城門出來迎接。只見黑夜之中，一道青色嘅閃電劃破夜空，關羽騎住赤兔馬，手提青龍偃月刀，大敲一聲，反賊受死。當撲刺！僅僅一個回合，關羽一刀直接將徐州刺史居砍死喺馬下，隨後一刀剁下車嘅人頭，高高舉起。城內嘅曹軍看到主將被殺，通通嚇到放下武器投降。劉備大軍順利接收咗徐州大本營，再次重新霸咗徐州大 server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第21回的故事到呢度就正式功德圓滿啦。劉備簽名加入衣帶詔，後院種菜偽裝保命，青梅煮酒巧借雷聲，極限騙過大魔王曹操。隨後借尿遁逃離許都，截殺袁術。關羽一刀斬居重奪徐州。劉備終於擺脫咗曹操嘅控制，重新擁有了自己嘅地盤同兵馬。但大魔王曹操知道居被殺，徐州失守之後，氣到差點頭痛發作。曹操將會點樣親自率領17萬大軍對劉備展開毀滅性嘅報復？而留在許都嘅郭舅董承同太醫吉平，佢哋嘅刺殺陰謀又會唔會曝光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吉太醫斷指罵賊，鄭康成文章秉公或曹操大破劉備篇章，保證比呢集仲要激燃，仲要刺激，仲要精彩百倍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！留言區大會堂一齊吹水。聽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？曹操閱天下英雄為使君與操耳。你哋覺得曹操當時係真係看穿咗劉備嘅雄心，定係純粹喝酒喝開咗喺度吹水？劉備掉咗酒杯之後，巧借雷聲假裝嚇到轉着底，這種影帝級嘅應變能力，你哋覺得喺全三國可以排第幾？曹操明知道劉備係條猛龍，最後卻因為一時大意放棄打袁術，你哋覺得這是曹操一生中犯過最大嘅軍事錯誤嗎？無論你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或者想討論邊個情節，通通寫晒落下面評論喲。好啦，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、真姊妹。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，覺得聽得過癮嘅話，
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，幫手點讚 like、share share 俾你班手足，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，開埋個小鈴鐺，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。仲有啊，睇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，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，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，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，定係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。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，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。多多留言，一齊吹水。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。